本節目係由澳門科學館特約播出。歡迎收睇科創接力賽。現代社會對網絡嘅依賴程度越嚟越高，網絡攻擊就存在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除咗高校同相關社團有開展網絡安全普及嘅活動之外，科學館亦都有相關嘅課程，提升社會大眾對網絡安全嘅意識。今集嘅科創接力賽就同大家去睇一睇。佢可以透過植入咗木馬啦，去將黑客自己嘅電話號碼咧偽裝成為公家機關嘅機構嘅電話啦，或者係你屋企身邊嘅朋友嘅電話。譬如我要偽裝999呢個電話號碼啦，然之後我呢度輸入我嘅電話號碼，我只需要展示呢個手機電話號碼咧，呢個展示嘅電話就會出現咗，我打過去咧就會出現999噶啦。近年電信詐騙屢見不鮮，特別係假冒政府機關人員，更加係近期最常見嘅詐騙手法。嗱，我啱先又試咗下呢個，都幾恐怖下。其實就你打個 number 落去，然後我自己嗰度顯示999咁。講真，屋企老人家應該都好危險，即係你999打過嚟揾你咁樣，哇，係啦，我覺得要做好安全措施咯，要做好防範咯。係啊，佢哋其實抵抗力應該都幾低嘅對呢啲電話，所以多啲同自己屋企人講翻呢啲嘢啦，因為一呃就係可能好大筆數咁樣呃出去啦，所以係啊，要小心啲。科學館館內設置數據科學廳，以展品同埋互動裝置向公眾介紹日常生活中容易遇到嘅網絡安全隱患。呢一個裝置就展示咗黑客點樣透過讀取信用卡取得使用者嘅資料同消費信息等。而對公眾嚟講咧，好重要一點就係我哋日常嗰個其實好大程度就係嗰個行為嚇，因為人使用網絡個行為，我哋要做一個全面嘅科技嘅科普啦嘅工作啦。除此之外咧，我哋都要有好多技術嘅介入，去協助咧公眾咧係去辨別網絡存在嘅風險。咁呢一方面咧，希望我哋嘅同學仔同我一齊構建呢一啲去做一啲創新啊，點樣令到公眾喺使用網絡嘅時候更加安全、更加保障佢哋嗰個數據資產，保障佢哋甚至佢哋銀行一啲嘅交易上面一啲嘅安全咧。除咗呢一啲常見嘅安全隱患，市民日常使用網絡嘅時候，亦都可能會被一啲惡意釣魚網站騙取個人信息或者信用卡資料。又或者係非法入侵通訊軟件中對親友進行詐騙。如果係企業遭受到網絡攻擊，更加有可能影響經營。過去亦都曾經出現全球性嘅大規模網絡攻擊，無論係個人定係企業，都遭受到勒索軟件嘅影響。就好似以前比較出名嘅啲 WannaCry 咁樣嘅形式啦，係啦，咁其實就係話將所有你哋公司嘅文件全部都 encrypt， 全部加密晒，然之後就彈一個畫面出嚟，要去勒索你，去俾一啲贖金，然之後先至去解翻密，係俾翻啲資料你咁樣。咁其實呢啲咁嘅係會而家現時公司係最常見嘅一啲手段啦。面對呢一啲網絡攻擊，有冇預防嘅辦法呢？定係只可以做待宰嘅羔羊？其實只要小心防範，都可以避免到呢一啲嘅攻擊。佢個電郵地址係啦，究竟係唔係真係你可能對接嗰個客戶，又或者對住個公司嗰個電郵地址咧？係啦，又或者你會見到可能係一啲亂碼形式嘅，係啦。咁我可能啲公司會最常見到就係話見到一啲可能澳門公司可能見到啲中東公司 send 出嚟，叫你去為一個purchasing document 咁樣樣，係啦。咁呢啲其實係好大機會，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勒索郵件嚟嘅，係啦。咁如果見到呢啲嘅話，就絕對唔好去開啟咁樣樣嘅，係啦。尤其是可能見到一啲郵件你已經對佢已經有懷疑，咁但係仲會有附件嘅形式嘅話咧，就千祈唔好打開佢啦。隨住網絡使用層面越嚟越廣，世界各地對於網絡安全人才嘅需求急增。國際資訊系統安全認證協會舊年年底發表研究報告，指目前網絡安全方面嘅勞動力需求遠超供應量。全球嚟講就即係欠缺網絡安全嘅人才咧，就接近400萬。咁喺內地即係根據嗰個 report 就即係內地嚟講就差唔多140萬度啦。咁所以其實都不停
個數字亦都飆升咧，因為雖然我哋嘅即係人才嘅輸入都每年可能都有8-9% 嘅增長，咁但係個需求就會大過個輸入咯，咁變咗即係多數都即係差唔多去到12-13%。但係要培訓呢一啲嘅網安人才，唔單單止要教授網絡安全嘅內容，更加包含咗唔同嘅學科，加大咗培訓人才嘅難度。特別像這個密碼技術和信息隱藏技術，都是有數學基礎在裡面的，所以數學的這個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數學基礎啊，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呢，有計算機基礎。所有因為全都在計算機上嘛，計算機基礎。第三個呢，就是信息安全本身的一些基礎知識，比如說你的這個信息安全的技術啊，這個攻防的技術啊，這個信息檢測的技術啊，密碼傳送啊，這個同態加密啊，等等各種各樣的方式吧，新的技術啊，或者區塊鏈啊，各種各樣的技術都要加進來。然後最後一層呢，就是要講這個法律法規。而近年特區政府大力推動非高等教育科普工作，唔同嘅團體亦都不時推出一啲面向青少年嘅比賽，以遊戲、競賽嘅方式令青少年認識網絡安全，以及增加佢哋升讀相關學科嘅興趣。我哋有一啲叫奪旗嘅一啲嘅比賽，咁其實呢個就即係比較有興趣啲啦，即係叫有對啲即係年青人嚟講咧。係好似打遊戲咁樣咧，就去點樣好似用一個hacker， 即係黑客嘅一啲攻擊手法啊嘅技巧咧，可以好快咁入到去攞到支旗，好似遊戲式嘅一啲比賽咧，可以俾佢哋真係認知到啊喂喺技術層面啊點樣可以即係啲 hacker 點樣可以入侵到啲系統啊呢啲咁。為咗支持科普教育發展，科學館亦都同澳門大學、理工大學、科技大學同城市大學簽署合作協議，由高校導師帶領中學生提早學習信息技術以及係網安知識。簽咗呢個戰略合作協議，咁佢哋嘅導師咧，包括就係喺叫做信息技術方面嘅導師咧，就會嚟到呢一度咧去帶我哋嘅學生。咁除咗係一啲嘅叫做普通班制之外咧，亦都會去重點帶一啲有特別才華嘅學生咧去做一啲嘅小班制，去同佢哋一齊去做科研啦，去做科創。咁呢一個合作咧，亦都係一個創新性啦嘅做法。即使其實係早啲進入咗好似大學嘅模式咁樣，去帶佢哋去做論文啦，帶佢哋做一啲嘅科研科創嘅研究啦。咁基於我哋實驗室嘅設備。除咗要不斷培訓網安人才，亦都需要透過不斷更新知識，以追上網絡世界嘅變化速度。目前本澳亦都有高校同團體舉辦相關課程，俾一啲正係就讀相關學科或者正係喺行業內從業嘅人員學習更多更新同唔同面向嘅知識。咁都希望可以推動多啲呢一方面，即係培育多啲嘅人才啊呢啲咁。咁但係你話即係其他嘅，譬如線上咧，基本上我哋都可以揾到。咁啊，即係都唔同層面都有嘅。咁啊，只係話亦都即係我哋叫咩都幾多嘅數量。OK。咁啊如果要大家都需要認識話邊啲係適合自己嘅工作啊，同埋自己嘅即係我哋叫做嗰個自己個 career path 點樣去選擇一啲適當嘅課程都重要，因為時間啊同埋呢啲課程嗰個點講啊，即係嗰個成本亦都唔低。本節目係由澳門科學館特約播出。